请我一点茶喝。行了，你真命苦，为什生长在这样的人间？十岁死了母母，被姑姑卖进家府，做了7年丫头。结果是我的一颗元气，被狠心之子气作出来，弄得无路可走，只有孤独嫂嫂。可是这样一个嫂嫂，怎能容得下母女？嫂嫂，嫂嫂。姑娘，你安稳点好不好啊？我这里这一双手两只脚，就是忙得不愿意。你要知道，这里可是你姑姑的家，又不是家父的大官哟。嫂嫂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？姑娘，这谁要怪你自己呀？你的家也当了几年的丫头，难道你还不知道主子的理？他虽然讨厌你，哎，可也不是喜欢你吗？你应该要好好奉承上头，讨主子欢心。不过现在看啊，弄得大家讨厌，上面生气。现在把你从病中滚出来，喜不喜，活不活，这都是你自己找的能源噻嘞。娘，妈妈，早已上西天去了。真的倒霉的嫂嫂。那奴子让眼的是谁？你自己去找。嫂嫂。
在哪里？在那边做自啊？这样整的水，你似乎能看呀？这手是啥的呢？哎呀，你怕这么黑的你，哪里比得上你们家里的茶呢？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孔雀君，二爷，可能今日再也不能治二爷。媳妇，你不要是这样对我，你要好好看你。等先不办法，早上把你去为王子一事，我们往后去。王爷，什么可以说的？我不过是爱一看，死一看，爱一天，死一天，二爷。冰天冰，冰
洗它了。